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异象。先知是一个特别的呼召，因为上帝赐给先知特别的能力，就是能够看见或是听见别人所看不到或是听不到的声音、事情、上帝的旨意。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一个特殊的呼召，在华语文中则有先见之意，俗称先知先觉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样的人有特殊的洞察能力，这样的了解很符合圣经希伯来文对异象的意涵。因为呢，先知就是那些能够看见异象的人，而异象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视力，很好的视力，vision。能够看见上帝所启示的事情或者是现象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先知书提到了先知所看见的异象，有着上帝的天使充满着圣殿。乌西雅王逝世的那一年，我见到了主，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长袍覆盖了整个圣殿，在他周围有天使撒拉弗侍立，每一个都有6个翅膀，2个遮脸，2个遮体，2个飞翔。他们彼此呼应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他们呼喊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，圣殿里充满着烟雾。约翰也有先知之能，他能够看见上帝的特别启示，听到上帝给7间教会特别而且分别的吩咐。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11节记载到了约翰他看见天开了，圣经这样记载说：接着我得到另一个异象，看见天上有开着的门。我从前听见那好像吹号的声音，又对我说：你上这里来，我要指示你以后必定发生的事。立刻圣灵支配着我，我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个坐在宝座上，他的面貌像是碧玉和红玉水一样的闪耀。宝座的四周有彩虹围绕着，颜色像是翡翠。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，上面坐着24个长老，身上穿着白袍，头上戴着金冠。从宝座发出闪电、响声和雷轰，有7支点燃的火把在宝座前，那就是上帝的7个灵。宝座前有一片像水晶一样光洁的玻璃海。宝座的4边有4个活物，前后都长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2个活物像小牛，第3个活物像人的脸孔，第4个像是飞鹰。那4个活物每一个都有6只翅膀，里面外面都长满了眼睛。他们日夜不停地唱着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昔在，今在，将来永在。4个活物唱着荣耀、尊贵、感谢的歌，献给在座的宝座上。
永远活着的那一位。这时候24个长老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永远活着的那一位。他们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说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你配接受荣耀、尊贵和全能。你创造的万物，万物被造，得以生存，全凭你的旨意。先知之职并不是人人可以去要求能够拥有的。先知就如同上帝的仆人、使徒一样，必须要有上帝的呼召。而看见异象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要展现说，你看我很有特殊的能力哈，而是为了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跟随主，并且领人归主，使人得益处。诗篇30篇，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因为你救了我，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向你求助，你就医治了我，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，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。上主忠贞的子民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。他的怒气转眼消逝，他的恩惠永不休止。夜里眼泪汪汪，招来喜气洋洋。我安稳自在地说，我永不至于动摇。上主啊，你恩待我，使我稳固，像坚立的山上的堡垒。但你躲开不理我的时候，我就惶恐不已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恳求你帮助我。我死了有什么好处？我进坟墓有什么益处？使人能颂赞你吗？我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？上主啊，求你垂听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，你使我脱掉悲伤，披上喜乐。所以我不缄默，我要歌唱颂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的感谢你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是为了追求特别的恩赐，看见异象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使人得益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